題，並且係經呢一個抽籤咧係抽出問題嘅。好啦，咁呢一部分嘅答公眾嘅提問，連同下一節嘅互相質詢咧，加嚟每人咧都係有9分鐘嘅時間。但係每一次發言咧係最多1分30秒。問題咧係保密嘅，兩位事先亦都唔知道問題嘅內容。我而家問第一條問題，呢條問題咧係問曾特首嘅。我而家讀出呢條問題嘅內容。特首，你係特首啊，抑或係扯線公仔呢？點解唔由中央直接同立法會談判？講真嘅，一國兩制已經名存實亡。我哋而家咧就去到個地步咧，就係中央已經係話咗我哋香港今次2012咧，我哋嘅制度可以選舉可以更加前進，更加落咗一個規範出到嚟。所以而家現時咧到咗香港，我哋香港人要點樣能夠決定點樣做法。所以我哋要談判，關於同埋商量諮詢有關於我2012呢次選舉嘅安排，一定要我哋香港人做。我哋要香港人要得到2/3嘅立法會通過。所以呢個問題我哋唔能夠捨脱嘅，我哋一定要香港做。一國兩制而家仲係成功落實緊嘅。好，咁第二條問題咧就問余若薇議員嘅。問題係咁嘅，我相信閣下係真心希望香港民主政制有進步。政府提出嘅方案呢，的確係比而家嘅制度更加民主。如果最後政府提出嘅方案唔能夠符合閣下嘅訴求，咁作為有投票權嘅議員，又會唔會寧為玉碎不作瓦全咁去否決方案，令到民主制度冇進步呢？另外，否決方案之後，閣下有咩計劃呢？其實我絕對唔係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我哋嘅要求其實非常之合理。我哋只不過係話，你再叫我哋等多10年，2017、2020，咁最低限度政府都有責任話俾我哋聽，話俾香港市民聽，等之後得到嘅係真嘅普選。咁呢個咧一定係普及平等，一定唔可以有而家呢啲咁嘅功能組別。因為咧專家亦都話晒俾我哋聽，亦都爭論咗好多年㗎啦。點樣改咧？呢個功能組別都改唔到可以符合普及平等嘅選舉。我哋只不過再信一次，要求一個承諾啫。至於你話否決咗之後點咧？其實你記唔記得05年啦，否決咗之後咧，特首俾咗個報告中央，話60%嘅市民都支持雙普選，跟住我哋有個時間表，話2017、2020可以普選。我好希望今次特首亦都可以同中央解釋，叫佢信任香港人，俾我哋內部去討論一個路線圖，達至真真正正可以解決問題嘅一個普選嘅路線圖，達至普選。以下嗰條問題咧係問特首嘅。煲呔，你嘅表演時間就快到啦。請問你同埋你嘅團隊點解當日雞咁腳走？點解唔直接向市民解釋你嘅垃圾政改爛方案？一句都冇。你不斷叫人支持，市民連支持啲乜都唔清楚，點樣支持啊？睇見你哋嘅所作所為，完全係獨裁專制，完全冇表現任何民主嘅誠意。你嘅垃圾政改爛方案就肯定係人啦。睇住我整個問題個措辭，已經知道表達到香港真真正正有民主，真係有自由，即係向特首用咁嘅問題嚟做。呢個大家明白到咧，我同我同事落區解釋嗰陣時，我哋俾幾十個記者圍住咗，俾咗咁嘅情況咧，仲要我哋公開講出佢支持嘅時間。咁咧，另外咧就余若薇佢嗰啲同路人夾埋晒一齊咧，做咗狙擊手，圍住你喺度嚟，人數好少啊，但聲浪好大。咁變咗你嘅時候咧，好艱難咧，就有人1對1咁樣向呢一個市民解釋個方案。所以咧，我有就選取我自己嘅方法，好似上個星期日咧，我自己跑咗我自己舊陣時住過幾個區，見咗舊街坊，逐章解釋俾佢哋聽，究竟發生咩事？講我哋盡點解呢個方案咁重要？點解通過呢個方案咁重要？呢啲機會我哋做到嘅，我哋一定要盡量我同意，我哋需要向香港人解釋嘅方案。今晚嘅電視辯論一個最主要嘅目標就係俾我能夠完全頭先好似咁樣解釋咗呢個方案嘅好處。點解我哋唔通過呢個方案之後咧，我哋面臨乜嘢嘅問題？我咁相信咧，我希望頭先嗰位問嘅問題咧，佢得到個答案。好，以下呢條問題咧，問余若薇議員嘅問題係咁嘅：你推行激進嘅5區公投已經失敗。你係咪應該放棄激進嘅手段呢？投票咧，絕對唔係一個激進嘅做法。好得意咧，頭先特首答
先前嗰個觀眾嘅問題嘅時候咧，佢又話余若薇嘅同路人追擊我。我發現咧今日咧即係特首嗰個策略明顯就將我標籤咗係一個激進嘅人。咁我睇嚟睇去即係邊一忽即係似激進咧？你亦都憑乜嘢話追擊你嗰啲咧嚇？係我啲同路人咧？我發現咧今次反對你方案嗰啲人咧好多老師喎，特首吳美蘭老師啦、翁志明老師啦，有一個戚 Sir 啦，仲有去到觀塘嘅時候有個梁 Sir 喎。我唔知係咪嗰啲教通識嗰啲老師咧特別有批判性思考，睇得通透啲，覺得你而家呢咁樣即係冇方向呢個咁樣嘅方案咧，其實真係誤人子弟咧。咁其實真係我哋香港人係講道理，我亦都係一個講道理嘅人。我呢個要求呢，只不過係話特首你講咗俾我聽，一個普選路線圖最終係冇功能組別，中間點樣我哋完全開放，完全可以傾。嗱，有兩條問題呢，我哋邀請市民呢係事先錄音嘅。咁啊，以下呢位市民呢係問阿曾特首嘅。曾蔭權，今次政改方案唔通過，請你辭職，可以嗎？如果唔辭職，你仲會點實行你嘅競選承諾，喺政制改革方面玩鋪勁呢？今次我2007年我競選嘅時候應承咧香港人咧係做一個盡一個切責任，我哋能夠可以使到呢一個民主可以有進程。2007年12月咧，我得到中央嘅支持，用立法嘅形式。頭先余若薇議員講冇講清清楚楚，喺立法嘅形式定下咗2017年我哋又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亦都2020年可以普選立法會。呢啲係好清清楚楚係莊嚴嘅決定嘅。而家作為律師咧，如唔應該係咁猶豫，唔應該咁做咗咁嘅質問，變咗好似俾人感覺上冇咗法治咁嘅原因嘅。而且今次我亦都喺2012方面咧，經過諮詢之後咧，提出個方案係一個進步嘅方案。我嘅責任咧就係根據我哋而家香港人嘅意思，揾出一個方案，盡量得到大多數嘅立法會議員支持。我嘅責任就係呢一樹到嚟。咁當然啦，如果今次有啲好似余若薇議員同埋其他議員係捆綁，係唔答呢個答唔係喺呢度推翻嘅法案嘅時候咧，邊一個否決嘅法案就要承出呢個付出呢個責任。我諗香港市民會睇得好清楚嘅。跟住呢個問題呢，就係問阿余若薇議員嘅。咁請問阿余若薇呢，係咪因為你同埋你所謂嘅泛民政黨係仇視中央政府而去反對呢個政改方案呢？咁如果唔係，點解97前英國殖民政府一直喺香港實施嘅獨裁委任制度，而且要香港納稅人年年進貢啦？咁你哋所謂嘅泛民人士連哼一聲嘅勇氣都冇。咁而家自己中國人係當家作主啦，咁你哋喺度大搞分裂同埋破壞社會和諧，咁係咩道理呢？香港係中國一部分，我哋絕對冇搞分裂，亦都冇仇視中央。我哋爭取緊係我哋每人喺基本法承諾咗我哋嘅權利，亦都係只係講緊一個路線圖，達至一個冇功能組別嘅選舉。睇唔到點樣可以仇視中央，呢個亦都係中央嘅承諾。至於即係你講緊話我哋點解要咁樣做呢？我相信呢個亦都係香港市民所希望得到同埋想做嘅嘢嚟嘅。好啦，經過呢個公眾嘅提問之後呢，我哋再嚟幾個回合嘅答問啊。咁啊，仍然係每次發言呢，唔可以長過1分30秒。我話大家聽。